Hello， 大家好，而家係5月11號晏晝嘅2點20分，而家咧 Tim Sir 咧就去到呢個嘅高士德咧，就出現咗呢個嘅有個係突發嘅事情咁啊！喺呢個高士德智庫咧，呢個隔離嘅大廈咧就有人咧懷疑咧跳樓，咁啊而家咧就警方啊、消防啊各方面咧都已經係去到現場，咁啊有個係啲裝置啊嗰啲全部係 stand by 喺晒度啦，咁啊以防咧呢個人士咧跳落嚟咧有個保護。咁現場咧都你睇到啦，現場都有啲係好多警員啊、交通警員咧都嚟到現場啦，咁啊咧交通咧都係而家都係有啲阻塞嘅，希望咧呢個我哋嘅事發呢個人咧可以係唔好諗唔開啦，解決到呢個問題啦，辦法總比困難多啊！咁啊，黃德華Tim Sir咧報道呢度。